There's no sense to last forever. 原来，就算我快死了，官家也不会有人多看我一眼。哎呀，没事吧？怎么这么不小心呢？疼不疼？都是他推的我！你这个死丫头，把妹妹手都弄伤了，你要害死她呀！要不要先送徐徐去医院先？不用管他，那不120马上来了吗？再说了，大不了死了呗，反正已经养满他18年了。和蕊蕊的命格都已经画好了，他能替蕊蕊挡此一劫，也算没有白养他。就18年来，一直在为官家去运挡灾，结果他们只是为了吸取我的气运，换我的命格。我从来都只是关蕊蕊去运挡灾的工具人而已。他们官家根本就不值得我费心一丝一毫。他被撞成这样了，竟然还活着！小贱人，谁给你的胆子抢我们蕊蕊的城市代表名额啊！姐姐，这次城市代表的名额我就让给你吧。要不是我们蕊蕊告诉我，我都不知道你抢了她的名额。你但凡要点脸，都不该抢你妹妹的名额。我为了救她，差点死在医院。你们不仅没有一句关心，反而因为她几句颠倒黑白的话来质问我。你妹妹的手都擦伤了，你这不还没死吗？你能有多痛啊？我看你就是装的。对，她伤得重，再不送去医院，伤口都要愈合了。徐徐，别无理取闹了，快点道歉！道歉？你们吸我的血，要我的命，现在反过头来要我跟你们道歉，做梦！姐姐，你怎么能这样对妈妈呢？徐徐，你疯了！反了你了啊！当着我们的面打你妹妹，谁给你的胆子？我倒是想要问问，谁给他的胆子？冤枉我！姐姐，我没有冤枉你，明明就是你自己抢的名额。你闭嘴！当初分明是你自己要把名额让给我，现在反过头来倒打一耙，为了冤枉我，你真是脸都不要了。我们蕊蕊说你抢了，那就是你抢了。我们蕊蕊从小乖巧懂事，怎会冤枉你呀？倒是你呢，养了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18年期限已到，徐徐的命格已经成功换到了蕊蕊身上。既然如此，我们官家也没必要留着她了。徐徐，不要再狡辩了，做错了事就要认。正好，医院那边来说，你亲生父亲通过车祸找到了你，那你就此离开官家吧。很好，既然如此，我跟你们官家恩断义绝。姐姐，你别生气了，爸妈也都是为了我。奉劝你们一句，多行不义必自毙。没有我在，官家轻则多灾多病，重则家破人亡。你们好自为之吧。你个死丫头，你胡说八道！
哎呀，行了，你跟他置什么气？如今瑞瑞已经换好命格了，今后咱们关家肯定蒸蒸日上。哼，没错，没有他，我们关家只会更好。听说我的亲生父亲住在山里，不富裕是肯定的。如今我刚刚考完研，如果家里没办法继续供我读书，那我得自己想办法挣钱了。你是关许许？哦，初次见面，我是你哥江淮。我哥？不是说我们家在山里吗？我们老家确实是住在山里，不过那座山都是我们家的。我们回家。那个不是关家大小姐吗？是她，我前天就听说她不是关家亲生的，这不人都被赶出来了。听说呀，她亲生父母那边是山里头的。你看看这架势，我看可不像山里的，怕是什么大人物。要我看呢，这关家怕是要倒霉了。宝贝啊，虽然这个城市形象代表的名单最终定下来了，但是呢，还没有正式提交。妈妈打听过了，负责提交的人呢是江海集团的江总。恰巧呀，前2天你爸爸跟江海集团有个合作，咱们直接走这个关系。江海集团，妈，那背后可是4大家族之一的江家。爸爸竟然跟他们合作了，也太厉害了！就是那个江家，这多少人呐，都求着跟他们合作，都没成功。这回呀，他主动找的你爸爸。咱们家呀，马上就要跻身还是顶流富豪的圈层了。你说说，这个小贱人一走，咱们的运气都好起来了。就是，不过妈，你说咱们直接找他们帮忙，他们会不会不答应啊？这是他们主动上门求合作，这点小忙算什么呀？放心吧，这个名额呀，妈妈一定帮你拿回来。那个白眼狼还想抢你的，也不看自己配不配。咱们赶紧收拾收拾，直接出发去江家。好，走。这居然是我真正的家。大小姐好。爷爷，这是许许。爷爷好。好啊，回来就好。明晚爷爷给你办晚宴，我要告诉所有人，你就是江家的大小姐。许许，这是爸爸。爸爸。哎，我的宝贝女儿终于回家了。这就是血浓于水的家人吗？许许，这是二婶。二婶好。这是雪溪，你的表姐。雪溪姐。江素，你堂弟。许许，你当年走丢，
老太太为了安慰你爸爸，特意呢将雪溪从娘家接过来，一直养在江家。可惜江苏他爸爸在国外没有时间回来，不知道旭旭回来了。这下我们江家总算血脉圆满了。他回来了，那我在江家的位置岂不是？不行，江家的一切都只能是我的。旭旭，这是当年你小时候住的房间，我已经找人打扫过了，你看看合心意不？谢谢婶婶。啊？可是……啊，不是妈，你真打算把这个房间给他呀？啊，这雪溪姐从小就喜欢在这个房间玩，这屋里所有的东西她都认得住。小素，你胡说什么呢？不是，我这话也没说错呀。家里那么多房间，费不用哦。他一来就让雪溪姐给他挪位置啊。小素，你别说了。许许妹妹，小素她不是有恶意的，她只是怕我受委屈。这房间本来就是你的，我怎么样都行的。他怎么和关蕊蕊一副做派？是不是我体质过于特殊，总能吸引这类茶情？小素，快道歉！许许可是你姐姐。不是，她是我哪门子姐呀？许许是我女儿，她不配做你姐姐吗？啊？没那个意思。哼。雪溪，你觉得自己在家里住受委屈了吗？没有，江淮哥哥，你误会我了。既然没有，那以后就不要说那些让人误会。许许是江家的大小姐，她想住哪间就住哪间，外人没有智慧的资格。我妹妹回家不是来受委屈的。这是第一次有人关心我，会不会受委屈？就是家人。对，许许回家自然是江家的大事，房间我会再好好安排一下。那就有劳婶婶尽快处理。哎，我先带许许去转转。行，走吧。江总，有位关太太来访。哥，刚才谢谢你啊。许许，跟哥哥不用说谢。许许，哥哥有点事情要处理一下。这个厅里都是咱们家的藏品，你先随便看看。好。这是阴煞之气，如果放任不管，可能会影响家里其他人。啊，大小姐，你认得我？啊，林管家拿了您的照片，让家里所有佣人都提前认识过，免得日后冲撞了大小姐。这才是真正的豪门呐！蕊蕊，我可是听说这流落在外的江家大小姐被找回来了，这可是天大的好机会。只要是我们跟这位大小姐
攀上点关系，打好点交情，这以后咱们家在这个圈子就又更上一层楼了。妈，你说的对，等我们攀上了江家，以后看谁还敢小瞧我们。关许许，大小姐，关许许，你怎么会在这儿啊？这大概就是关许许的亲妈吧，也是山里头出来的，能在江家当下人，算是很体面。啊，姐姐，原来你家人在这儿上班啊！不过这里可是江家，规矩大着呢，你可千万别乱动什么东西啊，不然呀，连累了阿姨可就不好了。你不劳费心。如果我是你，这会儿就不会出来瞎晃了。家里有我之前做的护身法器，寻常阴鬼都不敢随意靠近，但离了那里就不好说了。蕊蕊，你说你性子好，也要分对什么人呢？一个白眼狼好赖不分的，你劝他做什么？林管家，这也是让您见笑了。这死丫头片子呀，以前是我们家收养的，这养育多年呀，哼，自从认了亲生父母，直接翻脸不认人。这种人留在江家，迟早会出事儿。你赶紧把他赶出去吧，免得呀脏了江家的地界。他难道不知道这位就是我们江家好不容易找回来的大小姐吗？当着我一个林管家的面都能这么诋毁大小姐，也不知道小姐以前在关家究竟过的什么日子。我就要看着这白眼被赶出去，看他以后见自己还敢不敢摆出这种态度。林管家，麻烦你把这两位请出去。关许许，你一个佣人的女儿，还敢麻烦人家林管家把我们赶出去？就是，姐姐，你也要认清自己的身份。江家怎么会允许你这种没良心又恶毒的人在这儿撒野？在别人家撒野，认你们吧！你这个小……我今天就去江家好好撕了你的嘴，看你还敢不敢嚣张！你别忘了，我现在不是你们关家的女人，更不会任由你们打骂。这个死丫头！妈，没事吧？姐姐，不管怎么说，妈妈也是从小把你养到大的，你怎么能一言不合就对妈妈动手呢？你也太过分了！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打人？你自己眼瞎？不要把所有人都当成瞎子！你这个小……你是不是翅膀硬了啊？啊！你不就是想要我们蕊蕊的名额？我告诉你吧，那名额你拿不走。只要江家一句话，那名额呀就会回到我们蕊蕊手上。是吗？那我等着看了。笑！我看等江总来了，你怎么收场？林管家，你还是趁早把他赶出去吧，要不然等会闹得不好看了，可就没办法。这怎么吵起来了？这什么情况？前面发生什么？关许许，你最好赶紧道歉，不然待会儿等江总来了，你才知道哭着求我。哎，他怎么敢这么和大小姐说话？关太太，也别怪我没提醒你，这里可不是你们关家。你个小贱人，我们关家把你养这么大，你敢这么对我说话啊？关太太、关小姐，你们……不知道这是江家的哪位少爷？要是我能攀上就好了。许许，怎么了？哦，
刚才有人在给我穿小鞋呢。穿小鞋？他们关家人竟然是这样对许许的！你个小贱人，胡说八道什么？这里是江家，不是任由你们撒野的地方。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吵吵嚷嚷的像什么话？江总，我是关氏建材关宝成的妻子。哎呦，您在家可就太好了。原来是许许的养母。关夫人，您来是有什么要交代的吗？这可是江海集团的当家人呐，居然让我来交代他做事。看来我们关家公司啊，重要的很呢。江总啊，事情呢是这个样子的。市区不是在举办那个最佳城市形象代表吗？这名额呢，原本稳稳妥妥是我们蕊蕊的，可是有些人呢抢了去。我这来呀，也就是请您帮帮忙，把这个名额还给我们蕊蕊呗。这偏偏是养大了许许的关家人，罢了，就当做是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吧。抢了你女儿名额的人是谁？我让下边人去查一查。江总。是关许许。你说谁？江总，他关许许。哼，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关家竟然也特意上门来指责许许。对，就是我抢。怎么了？他关蕊蕊不配。江总、江少，您二位听见了吧？他可是亲口承认了，江总，您一定要把名额给我们蕊蕊要回来呀！我觉得许许说的很有道理啊，爸，您觉得呢？我觉得也是。哎呀，江总，你怎么能听这个小贱人胡说呢？您可别忘了，咱们两家可是合作伙伴。这个小白眼狼呀！之前是我们家收养的，脾气差，还喜欢说谎。没想到啊，他亲妈竟然在江家当帮工。哎呀，江总啊，你一定要擦亮眼睛，把他赶出去，要不呀，让这种人脏了江家呢。你是说，叫我把许许赶出去？是啊，江总，姐姐从小到大一直祸害我们关家，她抢我的名额，我也忍了。没想到她来了江家还要这样胡闹。我们也都是为了江家着想。江总啊，你赶紧把这个小白眼狼给轰出去，看他还敢不敢嚣张了。够了！我江家的女儿，什么时候轮到你们在这里说三道四？江家的女儿？关太太，你们从小到大都恨不得全世界都讨厌我，你们究竟有多见不得我好？你胡说八道什么？你住口！我再说一次，我江雨成的女儿，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在这里评头论足、肆意污蔑。这是管家，送客。是。不是，这什么情况呀？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江总，江总，许许，你怎么不早说他们关家？许许，你受委屈了，以后有什么和哥哥说。许许，爸爸来晚了，关家人当着我的面都敢这样对你，那就更别提以前了。原以为你被关家收养，好歹也能衣食无忧，没想到他们竟然是这种货色。给助理说，以后不许关氏接触我江家的任何事务。之前那个项目就是为了报答关家照顾许许才吩咐下去的，现在看来他们不配。好，我的新哥哥和新爸爸似乎和关家的不一样，真好。放开我，你轻点啊！哎呦，不是，好端端的江总发什么火啊？刚刚说什么来着？好像说他的女儿，江家的女儿。哼，我们江总18年前曾丢失一个女儿，
今天是我们家大小姐回家的日子，江总自然听不得诋毁大小姐的话，恕不招待，请回吧。哎，等一下，蕊蕊，她刚刚说大小姐，谁呀？好像是关许许。这不可能，不可能是关许许，不能是她。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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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我们家全完了！别闹，怀哥他就是偏心，那女的她有什么了不起的？小素，怀哥说的也没错，我本来就不是江家的女儿。不是雪溪姐，你在我心里面就是我唯一的姐姐，那个关许许我才不认呢。爸，哥，这位阿嫂身上沾染了因果，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家。你们出钱请我，我可以帮忙解决，只要3万块。就算回归了江家，我也该靠自己的本事赚钱。按规矩收费是学门本分，除个阴煞，正好还能把我未来的学费给赚了。许许妹妹，你要是缺钱你就直说呀，江家大小姐怎么能这么小家子气？就是，就这种骗钱手段你也好意思开口？而且区区3万块钱，你可真是上不得台面。化解因果，行价3万。这位阿嫂命宫中夫妻线断理，应该早年丧夫，但有一个儿子。我观你面相，你的儿子现在正在经历一劫，而且这一劫呢，与钱财有关。按理说，你的因果不会影响到主家，可我看你的气运跟江家有勾连，你偷了江家的财气。你这是说五嫂偷了咱们家东西？许许妹妹，你刚来家里可能不知道，五嫂啊，在我们家已经做了10年了，一直勤勤恳恳的。你说她偷东西，那不是污蔑吗？对啊，大小姐，江家上上下下所有人都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啊！啊，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是不是五嫂什么时候得罪了你？许许妹妹，你可千万不能以势逼人呐！大小姐，我知道你一直在为刚才关太太把我做人成是你的亲生母亲这件事儿而生气。我知道我的身份地，你生气是应该的，可你不能陷害我呀！我这把年纪，你至少把我往死里逼呀！我说的是你偷取了江家的财气，偷取财气和直接偷钱是两码事。至于偷钱这话，是他说的。许许妹妹，我只是不想你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随便冤枉别人。再说了，什么偷财气这种事情，听着也太离谱了吧？小素，你说是吧？就是，哎，你告诉我，财气这种东西怎么偷啊？你这不一听就是在唬人吗？许许，你说的是真的吗？五嫂，你在花园里埋了什么？埋什么？我没有啊，我没有。大小姐，你不能血口喷人啊！这儿。
不什么都没挖着吗？哎，让我们虚惊一场，还冤枉了人家五嫂。继续。刮到了。我靠，好臭啊！这什么鬼玩意儿？这是别碰！我这妹妹好像还真有些本事。亏了。我靠，这是什么邪门玩意儿？这是？不是我埋的，不是我埋的，是不是？监控一查就知道。这窃运符需要转运人的血去换，这头发是江家人，你用江家的血脉窃取江家的财运，我说的没错吧？没有，我真的没有啊！表小姐，你听我说句话呀，表小姐，表小姐。这就算是五嫂埋的，也不能就说五嫂偷了咱们家的财运啊。许许妹妹，我知道你学了一些旁门左道，那你也不能就诬陷人家五嫂，说她偷了咱们家东西吧？爸，你让人查一下五嫂或她的家人，就知道有没有得到一笔意外之财。五嫂的儿子确实中了彩票，整整500万。五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江总，财气这东西此消彼长，那边得到了500万，江家就相应的损失500万。可最近公司并没有出现财务亏损的情况。对呀，我不可能做对不起江家的事情，是吧？那这么说，就是人家五嫂运气好。许许妹妹，那既然你冤枉了人家，是不是该给人家道个歉啊？什么？分公司项目出了纰漏，损失多少？500万。江总，我是迫不得已才动了这心思。江总，大小姐，表小姐救我，表小姐，表小姐，求你了，表小姐。救我呀，表小姐！不要，表小姐！五嫂的儿子几个月前赌博输光了所有钱，上个月还醉驾撞了人，得赔200万。五嫂应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动了偷财气的念头。五嫂儿子撞死了人，五嫂顶多算是间接沾染阴煞，但他身上的阴煞更像直接落在他身上的，甚至和江家也有关联。五嫂的儿子是天生痴傻病，佛教有8智，前世罪孽深重之人，这辈子若再想投胎成人，必先取其一智，令其痴傻。可现在这人8智俱全，应该是五嫂用了其他手段，
使他变成了正常人。张婶，怎么了？吴嫂的儿子之前智力确实有问题，但8年前的夏天突然就好了。爸，8年前吴嫂或者我们家附近有没有小孩本来正常，可突然有一天就变傻了。哎，宋家的宋小姐，徐徐，你的意思是，想要失智的痴傻儿恢复正常，需要取走正常人的遗志，换到他自己身上。可被取走遗志之人，必然会代替那个人，成为痴傻之人。爸，宋小姐8年前来过江家吗？有来过。要是真如徐徐所说，这就不是吴嫂一个人的事了。宋家和江家是世交，如果换智之事属实，那宋家小姐可以说是我们江家间接所害。这样的话，江宋两家的交情说不定要到头了。徐徐刚回家，我不能让他因为这件事成为众矢之的。徐徐，宋家那边我会让人去提个醒，这事你就别管了啊。今天这事，单凭吴嫂一人根本办不到。江家或许还隐藏着别的阴谋，但目前得先解决眼下的事情。既然江家不想让我掺和宋家的事情，那我就自己搞定。这钱我得挣。这怎么突然就取消合作了呢？明明之前都说好了的。我这边可以只要20%的利润，这合作可不可以？这江海集团突然打电话说要取消合作，明明之前都说好了的。你不是带着人员上门拜访江总吗？是不是有什么突发状况？没什么事啊，爸爸，我们今天连江总的面都没见到。要是顺路搭上江海集团，我们家就能更上一层楼。不行，我不能就这么算了。瑞瑞，你拉我干什么呀？江家取消合作，说不定就是因为那个小贱人。妈，江总也没有直说关旭旭就是他的女儿，说不定是我们听错了呢。哦，你想啊，联系爸爸的人也说了，他们住在大山里，信号不好，怎么可能是江总呢？啊，今天他生气，肯定是因为我们太吵闹了。至于取消合作，应该也是凑巧，生意上的事情哪是那么儿戏的，肯定跟今天的事情没关系。是这样吗？肯定是。明天晚上江家不是举办晚宴吗？他会让江家大小姐亲自亮相，你想办法弄到一张邀请函，亲眼所见不就知道了吗？如果关许许那个小贱人不是江嘉欣找到的女儿最好，这样咱们还能给江总解释一下今天的误会。如果万一那个小贱人真是江家大小姐，我们养了她这么多年，无论如何他们江家总归要感谢的。对了，邀请函的事情妈妈帮你搞定，你只管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首次在这样的圈子亮相，那定要惊艳所有人。关许许，你绝对不可能过得比我好。许许，上次因为安排这个房间的事儿，还闹了那么一出，你可不要介意。婶婶严重吗？那，你早点休息吧。到底是在别人家长大的孩子，谁知道回到江家会不会闹出什么幺蛾子？看来江家当年很期待我的出生嘛。在关家，我从未感受过期待。若非要说，那大概也只是期待我去死。毕竟我的死
可以换来关蕊蕊的一生顺遂。好在我已经和他们没有关系了，如今在江家，我也算是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家的温暖。天哪，水西姐，依宁的这个红裙子真美，你今天肯定比那江许许好看。今天可是许许的主场，可不能乱说。哼，不枉我跳了那么久。今晚可是我们家许许第一次以大小姐的身份亮相，可要隆重些啊！啊，都准备好了。When you're not next to me, when you're not next to me, yeah, you're breaking my heart, baby. You make a mess of me. 不愧我江家的女儿，真好看。许许，你今天真美。水西姐，没事儿。那个，虽然你没她好看，但是你别的地方肯定比她强。哦，今晚我一定要重新争取到江家的合作。哎，看来呀，大家都知道。先前还是江总先找我们合作的，咱们关家呀，确实地位上来了。哎，那不是关家的夫人和小姐吗？他们怎么还能来江家的宴会？啊，林管家，我是关氏建材的关宝成啊，你应该知道我的。许许，他怎么会在这儿？可能啊，应该是我看错了。啊，林管家，请问江总在哪儿？我有要事要找他。我们大小姐在关家受了这么多委屈，他们关家人脸皮居然还那么厚，真不是东西。原来你就是关总呀！今天啊。总算是见着了。是啊，前天我太太带着女儿前来拜访，可惜没见到人。她回去还跟我说遗憾呢。今天总算见面了。哦，那关太太没跟你说为什么没见到吗？我太太和女儿都被我惯坏了。如果有什么地方得罪了，您可千万别跟他们计较。可不敢说得罪。一定是他们俩那天去江家惹了事儿，所以这合作才黄了，居然还瞒着我。哎，蕊蕊，你瞧，好多人都看过来了，你看，不愧是我女儿。在这儿的呀，那可都是社会上的名流人士，咱们要是能调个金龟婿回去就好了。妈。你找什么呢？我看看关许许那个小贱人是不是真的也来了。哎妈，不会的。你看爸爸刚才不是和林管家聊得很好，说不定啊，那合作已经拿下来了。怎么可能？上次的事情都是误会。对，我们现在也是名流人士。等会儿见了江大小姐，咱们可要好好敬她一杯。哎，快看，今晚的主角江家大小姐就要亮相了。啊，许许，关许许这个小贱人，真的是江家大
小姐啊！哇，这就是江家大小姐，太美了。她身上那件衣服是海城仅有一件的限量款。凭什么？她关徐徐凭什么是江家大小姐？还以为又有活送上门了，原来是老熟人啊！感谢大家光临，今天我们江家郑重向各位介绍，这是我的孙女，江家大小姐江徐徐。我养了18年的孩子，竟然是江家的千金。当初江家的合作机会，还有突然的取消合作，原来都是因为徐徐是江家的亲生女儿。这你们明早就知道，却什么也不说。任他们江家也不敢在这种场合发作。我还有机会。徐徐，看到你好好的，我就放心了。自从你走之后，我跟你妈妈就一直惦记着你呢。啊，他说的什么意思？哎呀，你瞧，我都叫习惯了，现在该改口了，该叫养母才对啊。养母，这是江家大小姐的养父母，那可是江家的恩人呐。官司前几天刚刚确定和江海集团的合作，我今天来也是想专门表示感谢的，感谢江家愿意看在徐徐的面子上，愿意拉我们一把。关总，江海集团与关氏建材的合作早已取消，至于为什么，我想你的夫人和令爱心里最清楚。江总，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我是真心希望和江海集团合作的，你快帮爸爸说句话呀，徐徐。关总，请你搞清楚，徐徐是我的女儿。徐徐，我们养你这么大也不容易，你倒是说句话呀！他们这是想把我架在火上烤，毕竟他们将我养大成人。如果我表现出一点冷漠，今后的名声必定全毁。姐姐，爸爸妈妈从小就把你当亲女儿来看待，你现在不能有了亲爹就不管我们了呀！徐徐，我知道你认回了真正的亲人，可我们也是你的亲人呢。你说说这些年谁让你吃过半分委屈啊？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就算回了江家，但关家到底把你养大，大小姐这样对养父母，不觉得不应该吗？就是。7岁那年，关蕊蕊不慎落水，关太太赶到时，看到我安然无恙地站在岸边，一把就把我推进水里，因为他觉得他女儿受过的罪，我也要受一遍。关太太，这个疤是当时你推我落水时被河边的石头划到的，你应该还记得吧？啊，还有这种事儿？你明明是自己掉下去的，怎么能赖我推了呢？从小到大，这种委屈我不知道受过多少次。我不明白，为什么每次关蕊蕊受过的倒霉事情，我都要跟着她受一遍，甚至我还要贴身照顾她。后来我知道，因为关蕊蕊命格孱弱，自带灾厄，他们收养我是因为我的命格，他们要用我的命格替关蕊蕊挡恶。啊！徐徐呀，这些话你都从哪里听来的呀？没有的事儿。姐姐，我知道你现在是江家的大小姐，不想认我们，我也理解。但是你犯不着说这些荒唐的理由来让妈妈伤心吧。就是我做的，怎么了？大师说了，我们蕊蕊呢命格不好，她关许许的命格好，能替我们蕊蕊挡灾。我拿她的命格给我们蕊蕊压一压，怎么了？怎么了？这怎么能这么干呢？这也太过分了！真歹毒！你
别以为你成为了江家大小姐就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在我们关家还不是给我们蕊蕊转换命格的工具人？哼，大师可说了，哼，只要我们蕊蕊不停的吸你的福运，过了18年，你们2个人的命格就能彻底换回来。否则的话，你以为我会轻易放你去找你那个亲爹呀？你说什么？你淑琴，你是不是又犯病了？诸位，不好意思啊，我太太她有精神异症，容易犯病。我今天就先带她回去了啊。关总何必着急离开？显得你太心虚了。关太太，您真的有精神异症吗？我哪有啊？他这个人就是不想让我说实话罢了，总是畏首畏尾。你们还对我女儿做了什么？她一个养女吃白饭的，我要她的命都不为过。怎么能这么坏呢？关太太，你们今天来究竟要干什么？当然是来要好处的了。我养你这么大，你成为了江家大小姐，不得感恩一下我们吗？哼，江家这么多的产业，你分一半给我们也不过分吧？妈，也不过分吧？妈，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妈在胡说的，我们没有那样对姐姐。我替关蕊蕊死过一次，想恩已还。从今以后，我跟关家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但你们欠我的，可不一定还得起。从今天起，我江家的孩子和你们关家再没有任何关系，而你关氏建材也别再想从我江家拿到1分钱的利益。来人，速克！不要，江总，江总，滚！徐雪，他们说的换命格是真的吗？爸，你不用担心，他们转换命格根本就没有成功，关家一定会遭报应的。关许许，那小丫头回到江家了。师傅，你认识她？何止是认识，早在18年前我就已经算出，江家那3岁的小丫头是吉阳命格，福泽深厚。要是留她在江家长大，江家必定会被她的福泽护体，无人能撼动。难道是师傅您？没错，我特意找了一户福泽命浅的人家，设计使这位江家千金走失，流落到这关家来。为了保险，我特意使用了命格互换。本以为关家能成功困住他，没想到关家的人这么蠢，竟然把他给放回来了。江许许回来之后，我在江家的地位大不如前，他们对我也不像从前那般庇护。我怕从今往后，我在江家一点地位都没了，到时候我们的计划也失败了。所以要把他赶出江家，唯有吸收江家的气运，我们才有可能将江家取而代之。师父放心，我一定让他身败名裂，滚出江家。护身符都用完了，既然要赚宋家这笔钱，就得提前准备才行。小友，考虑好了吗？你作为一名顶尖符师，没必要再继续深造，干脆直接来我清风观，以你的资质。不用了，我要考研。哎，那好吧，馆里的平安符都用完了，小友什么时候再送些过来啊？拿回去。
3天一张。知道了，观主。还好，我可以靠这些符纸养活自己，不然早就被饿死在关家。虽然现在找到了真正的家人，但我还是喜欢靠自己赚钱。真正的家人。江许许，大伯都说了不让你乱搞事，你还非要跑来宋家出风头。哼，我倒要看看你回家怎么解释。江小姐，您先请坐。宋夫人，您叫我许许就好了。我是来找宋小姐的，我有东西要给她。你找我女儿？可是她从未出过门，你怎么会认识她？小丽儿，小丽儿怎么了？妈，会飞的，是啊。江小姐，这是你的什么东西？对我家小丽儿做了什么？抱歉，吓到宋小姐了。作为赔罪，这张符送给宋小姐，可保她一次平安。我观宋小姐眉骨清佳，胸前有一点红痣，用以拒符，本该是福裕绵长的命格，却因幼年被人换走一痣，导致命数有缺。我观她这2天会有一劫，你们最好不要让她出来。哪里来的神棍，张口就敢咒我女儿？看在你是小姑娘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现在立刻离开我家，否则我就报警抓你。这年头还有这种奇怪的说辞。妈妈，纸，我想玩。小丽儿乖，妈妈去打个电话，你先自己玩啊。许许，你从宋家回来啦？我没和任何人说起我的去向，他们怎么会知道？许许，先前我不是叫你不要掺和这件事吗？可你怎么还是跑去宋家了呢？大伯，你就别怪许许妹妹了，她可能只是想用江家大小姐的身份出出风头而已，就是不知道宋家会不会因此怪罪我们江家呀。别说了。许许，下回有什么事情可以先和哥哥说，我和你一起。许许，你也太不懂事了！你在家里说些神神鬼鬼的也就算了，居然还跑去宋家，这宋家和我们还有合作项目呢。我是去了宋家，但我有能力解决，不用你们担心。放心，我不会给江家添麻烦。这下江宋两家的关系要危险了。
你来我房间干什么？啊，许许妹妹，抱歉啊，我忘记这里已经是你的房间了。雪溪姐，这怎么了？我就是想再进房间看看，我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我就是有点舍不得。不过，给许许妹妹住也是一样的。雪溪，这本来就是许许的房间。我知道，我只是很熟悉这个房间里面的摆设，我就是有一些舍不得，想回来看看。不过，这个房间既然已经属于许许妹妹了，她不想让我进来，也是正常的。怀哥，你看，雪溪姐这个房间都用了这么久了，你就让她继续用呗。而且这不就是一个房间吗？某些人刚回来就要跟雪溪姐抢东西。小素，你别说了，许许妹妹，我就是有些舍不得而已。我知道这是你的房间，如果你不想让我来的话，那我以后不来就是了。不是雪溪姐，你这也太好说话了，他这明摆着是来抢你的东西啊！抢？如果我回自己的房间，这就叫抢的话，那他用了18年属于我的东西，就算如此。许许妹妹，我知道你不过就是觉得我抢了你的位置，不过我已经在江家生活了18年，这里的一切到处都充满着我的回忆，我实在是舍不得。你才刚回来，其实你换一个新的房间那也不是问题吧？就是，这房间让给雪溪姐怎么了？蕊蕊是妹妹，你不应该让着她吗？我们官家供你吃供你喝，你不应该感恩戴德啊！你还没吃上，哼！要不是你，我们家以前根本就不会有这么多事儿。说来说去，你们还是想小素。对，我就是不想让我的东西，为什么要让？才来江家气，江素，还要我和你说几次？这本来就是许许的房间，许许是我的妹妹。怎么回事？大伯，我就是有一些舍不得这个房间，我想回来看看，但是许许妹妹她不肯。不过这都不能怪她，都是我的错，是我的问题，我让大家不高兴。许许刚回来，就已经被牵扯到宋家的事，若是再和家里人闹僵了，处境就更不好了。为了许许，我只能尽量息事宁人。许许，既然雪溪舍不得，你就先让给他，回头爸爸再给你重新安排一个好一点的房间啊！爸，让给他。我刚回江家，不求他无条件的信任，可就连这样的小事，他也没有站在我这边。不用我搬出去。许许，哎，许许，江许许一看就是在外边被人教坏，脾气这么大。过去18年，在官家都不曾有过的东西，或许我也不该收在江家那个。妹妹，哥，你不用劝我。许许，哥已经帮你备好车了。你做的没错，如果一味忍让，别人只会觉得你好欺负，以后会更肆无忌惮。反而像现在，从一开始就摆好自己的态度，旁人才会有所顾忌。摆态度？不是，我是真的要摆。你放心，今天的事情，哥哥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你是我妹妹，我会让别人认清这一点。好，
这个是我亲手雕刻的护身玉牌，本来想送给你跟他的，现在你帮我转交给他吧。我会贴身带好。看时间，宋雨怡估计快要出事了。但既然江家不信任我，那便由他们去吧。许许不肯留下吗？爸，关于今天的具体经过，我有必要跟你详细说明一下。今天的事情都是我的不对，我一定会和许许解释，争取让他早点原谅我的。雪溪姐，这哪是你的责任啊？那分明就是那江许许啊，这小题大做。这才回来2天，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就离家出走。我女儿刚回来就被逼走，这是小事吗？那间房间本就是专门为许许打造的，许许不在，我允许你们偶尔用用，但现在她回来了，你们就没有资格阴阳怪气，处处针对我女儿。许许不回家，你们都有责任。大伯，那许许妹妹会不会是因为知道自己在宋家闯了祸，怕他们找上麻烦来，所以才借故不回家？许许做错事，我会教，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但如果你们对许许依旧是这个态度，那以后也就不用叫我大伯了。大伯，够了！许许贸然行事，他这2天也该自己反省。眼下最要紧的是宋家那边关系，我们江宋2家好了100年，不能就这样断了啊！宋夫人来了。哎呀，那宋阿姨不会是气的都找上门来了吧？还好许许不在家，要不然都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宋夫人，许许今天顽皮，给你们添麻烦了。不过我已经教训他了。江总，你千万别这么说，不是我不知好歹，他不听劝，我知错了，还请给我一个当面跟江大师赔礼道歉的机会。江大师，宋阿姨，您不是来找江许许麻烦的吗？我费了好大心思才得知，今日上门的大师是江家小姐，求她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会找她麻烦？江总，我真的想当面跟江大师赔罪，您看能不能让我跟他见一面？宋家上门居然是来求许许，许许真的有解决的本事啊！可许许不在呀。那他还回来吗？他什么时候回来？要不我在这里等他？江总，快去！你们刚才怎么把许许逼走的？现在就怎么把他求回来！那个刚刚是我们做错了，你们别老耍小脾气了。许许，今天是我脑子糊涂了，不该不相信你。爸爸知道错了。许许，刚刚宋夫人来找你，说是要见你。宋家，看来这钱还是得我赚。许许妹妹，我们都大老远跑来找你了，你不会还要跟我们耍小脾气吧？
难道你想故意搞僵，将宋两家的关系吗？哥，走吧。师傅只说江许许福泽深厚，就不信他还能有别的本事不成？哼！江大师，早晨的事我武断了，谢谢你还愿意过来。早晨大师明明提醒过我，但是我没太在意，还是让小梨儿出了门。等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省人事，医生检查后也没查出什么原因。然后我就从小梨儿身上发现了这个。这是江大师您今天给我的符纸，但我没当一回事。小莲自个儿拿出去了，他拿走是对的，正是这个符救了他一命。神是道的。小素，别乱说话。许许妹妹她一定会大显神通的，要不然不就是装神弄鬼，丢了我们江家的脸吗？妈，这是怎么回事？哎，不是说雪梨撞见脏东西了吗？我托人请了个大师。放心吧，大师说没什么大事，等他做完法，人就醒了，说不定还能变聪明点儿。妈，不是跟你说过请江大师过来吗？多找几个人一起看又怎么了？我要不是怕儿子还得操心赶回来，我才不管。真是。这就是你找的大师？怎么是个年轻的丫头片子？年纪轻轻能行吗？哎呀，妈，江大师虽然年轻，但他是有真本事的人，您别瞎说。江大师，抱歉啊，您别介意。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啊，我在施法期间，不要打扰我。这位大师，既然你开坛设法，想必已经看出来宋小姐身上的问题所在了吧？哼，宋小姐是小鬼缠身，我方才就是正在为她驱小鬼，谁让你突然之间来打断我的施法？刚才小鬼，趁乱跑走了。现在宋小姐醒过来，都是你的原因。你但凡有半点感情，都能知道这房间里毫无半点阴邪之气。而宋小姐昏迷不醒，也不是因为小鬼纠缠，而是有人用邪术试图换走她的命格。江大师，你说什么邪术？是有人要小莲儿的命吗？不是要她的命，按照玄门的说法，是借命。我说过，宋小姐是大福的命格，她的命格本该让她这辈子无灾无难，平安顺遂。也正是因为如此，有人看中了她的命格，然后换给自己。所以小莲儿的命已经被人借走了吗？那还能要回来吗？可以。闭上你的嘴！再对我妹妹多话，就让你横着出宋家。靠，薛西姐，这江许许好像真有2把刷子。这宋小姐不是还没醒吗？有没有不一定。天道清，地道安，凤和前夫，海生闺蜜，奉圣律。嚯！你看，他破了哎！许许竟然真的有这种本事！哎呀，这可是玉呀，这怎么成2半了啊？他这是障眼法，你千万不要相信他。她一个小黄毛丫头，她能有什么真本事啊？
我看这宋小姐好像也没有要醒的意思。这怎么可能？这江许许居然真会这么一点歪门邪道！妈妈，小莲儿，哎呀，妈妈，奶奶，你们怎么来了？你是会让纸飞起来的姐姐？江大师，小莲这是没事了吧？她本该是福运绵长的命格，因为小时候被换走一致，才变成现在这样，导致命格更改。我可以帮她换回一致，只不过什么？300万，没问题。那个，我是想说30万。许许妹妹，咱们江家又不是不给你钱花，你又何必用这种江湖把戏来挣钱啊？哼！雪溪，我女儿靠自己赚钱，那是她有本事。江大师，那是不是说，只要换回这一只，小莲就能像正常人一样了？没错。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但在此之前，我想先向你坦白一件事情：换走宋小姐一致的，是之前在江家帮过的阿嫂，她把宋小姐的命格换给了自己的儿子。宋夫人。这是我江家的疏忽。只要小莲儿能恢复如常，就算了。放心，她会好的。嗯。好了，姐姐，你可以把会飞的纸给我玩吗？江大师，小莲看着怎么还没回来？宋小姐被换制时18岁，所以现在的心智也只有8岁。换回一致不会让她一下变成16岁，但你放心，从今天开始，她会像正常人一样成长。只不过比同龄人晚18年，挺好的。只是他的童年比别人长一些。我的小丽儿不着急长大。这个是我雕刻的护身玉牌。可以抵挡所有邪祟，保佑他的平安。江大师，我现在转你这个玉牌的费用。不用了，这个钱已经有人付过了。宋夫人，这换制一事我江家有一定责任，所以这一趟就算我代表江家来弥补。1、2、3、4，这么多零，我有钱了！哥，你看，我有钱了，我有钱了！我这个妹妹不仅真的有些真本事，而且好像还是个小财迷，刚好我们江家最不缺钱了。许许，对不起啊，之前看过你救出五嫂的本事，可我没有完全相信你能够解决宋家的事啊，还有那个房间的事，爸爸向你道歉。爸爸向你保证，以后再发生这种事情，我绝对会处理好。希望你能跟爸爸回家，好吗？
我这个爸爸知错能改，好像其实也还不错。先不过爸爸再转给你。啊，不用了，爸，我们回家。那个，你刚才挺厉害的啊，那个回家也教我两招呗。你？我靠，你这什么意思呀，江雪？你把话说明白啊！我跟你讲，我要教我那是瞧得起你。江徐徐，我就不信对付不了你！关氏集团现在就要破产了，你满意了？你让关家成为全国人的笑柄。还有你，明明知道徐徐就是江家大小姐，却不告诉我。真以为你们要真心帮我，争取跟江家合作，结果你们才是罪魁祸首。你吼蕊蕊干什么？你要是有能力的话，也还怪我们。你自己在外面装得像个孙子一样，回家就冲我们发火，真是孬种！你要是真有能耐的话，你有本事去冲那个江许许去发火呀！哼，你还不是觉得那个小贱人成了江家大小姐？你把眼睛睁开一点！哦，蕊蕊，宝贝。站上去，站上！求求你救救我，救救我！够了，你救救我！蕊蕊，你怎么了？是不是做噩梦了啊？是林蕊蕊，林蕊蕊她跟那个大佬跑出来找我了。蕊蕊呀，你别害怕，是做噩梦，是噩梦。不是的，真的是的，他来找我索命了。够了，什么林蕊蕊，早就死了，是你自己吓自己。哎呀，你倒是想办法呀！不对，咱们家最近确实不对劲，我真的是中了邪了。然后嘴巴控制不住的想说话，然后公司也快倒闭了，现在蕊蕊又是这个样子。你说，会不会是因为那个小贱人和蕊蕊，命革命会成功啊？是真的跟徐徐有关，那就得蕊蕊去找他一趟才行。我不去，爸，我不去。你让蕊蕊去找那个小贱人，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那不是让蕊蕊送上门去找屈辱吗？我不同意。再说，那蕊蕊找那个玄身大师也行啊，为什么要去找那个小贱人？哎呀，现在去哪儿找什么大师啊？关家马上就玩完了。现在唯一能救我们关家的，就是徐徐身上的气人。你们不去，那我去。你爱去去吧。我可怜的蕊蕊，都怪江许许那个爱签到的小贱人。要是能找到换命的玄身大师就好了，也不用躺在这里受这个活罪。你是江家的那个陆小姐？陆小姐，你怎么会特意来找我？关太太，你要找是不是玄身大师？此女可挡灾孽，18岁后命格复换。是的，请问玄身大师在哪里？求他救救我女儿。关太太，您先别急，我师父一定会帮她。不过，看关小姐这个情况，似乎是和徐徐有关。对，就是因为那个小贱人。上一次她被车撞都没死，既然失败了，换命肯定也没成功，不然我们蕊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不过我看关小姐似乎不只是命格问题，好像还有怨灵缠身。关太太，联系师傅需要时间，如果您愿意相信我，我可以帮您解决。陆小姐，你是好人，我相信你。我们蕊蕊确实惹了一档子事。怨灵缠身必有因果，
看来关小姐的结束并没有挡过去。如今关小姐的头上还一直悬挂着一个结束，只有让许许再挡一次劫，才能够彻底化解这个结束。对，就是那个小贱人欠我们关家的，这一次必须让他全部还回来。陆小姐，谢谢你帮助我，我们蕊蕊可算有救了。我拒绝。许许，我知道你现在还在生气，但我们是一家人，更何况要不是我们，你现在也不可能回到江家。这么说，我还要感谢你吗？而且，我们不是一家人。我现在姓江。就算你认回了亲生父母，我们大家还是一家人啊！难道你真的当了江家大小姐之后，就真的不认我们了？从我离开关家那天，我就说过，我跟你们再没关系。就算我没有回到江家，我也不想再认你们。许许，我已经对你很好了，你不要这样不知足啊！我以前确实以为你比母女俩正直，你会关心我，会送我礼物。后来才知道，你关心我的学习，只是因为害怕我学习差丢了关家的脸，而那些礼物都是关蕊蕊不要的东西。江许许是在关家受了多少委屈啊！许许，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蕊蕊是你妹妹。哎呦我操！你们关家人是不是脑子有什么大病啊？啊！女的蛇蝎心肠，男的你虚伪作。你是不是嫌上次丢脸丢的还不够多是吧？啊！我告诉你，他现在姓江。啥了你大胖脸，你竟敢的攀关系你！江许许他脑子笨，我们江家人其他人可不少。你我混蛋！何世贤。不是你那个，你别自作多情啊！这是在帮我们江家人出口恶气。哦。哎，我好歹还帮你出头撑腰了呢，没良心！我要去给大伯告状。江许许，你给我站住你！江许许。毛手毛脚的，大伯，那个怀哥，哦，那个刚才那个江许许那个养父又上门了，但是被我给骂走了。许许，这是真的吗？你怎么没和哥哥说呀？许许，你没事吧？我说我给他骂走了。哦，你们。哎，怀哥，你这脖子上你挂的什么东西啊？哦，这个嘛，是许许给我做的护身符。啊？护身符？大伯，你也有？我没有。你有，我给了的。我没收到啊。哦，爸，你的那块在我这儿。许许当初托我转交，我没给，因为你当初犯了一个错误，我就暂时替许许将护身符扣下了。既然是许许让你转交，就算你对我有意见，你也不能私自扣下。赶紧交出，快点。那就给爸。哎，那个臭小子！怎么就我没有啊？多人命丧废楼，疑似顶级怨灵作祟。
这白淑琴说的果然是真的。哼，这江许许再有本事又如何？那不还和我一样，只是一个大学生罢了。就他这个年纪，还能干出点什么事儿？江许许，这次看你还怎么赖在江家！怎么样，关许许答应了没有？没有。我早就说过那丫头是个白眼了，咱用不着求她。我已经找到了当年为蕊蕊换命的大师了。大师？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怎么会这么轻易被找到？要我说，还得找许许靠谱一点。找他来克咱们家呀！你就放心吧，有贵人出手相助。只要蕊蕊的祸根被彻底清除，咱们关家的好日子就要来了。等等，咋了？今天不要去偏僻的地方，更不要见网友。有毛病，要你管？既然要作死，那我也没办法。真是莫名其妙。哎，小素，怎么了？没什么。雪溪姐，你这是要出去啊？对呀，我约了一个网友要去打真人游戏。网友？怎么江许许刚说完，这雪溪姐就要去见网友？不是雪溪姐，你一个女孩子还是不要随便去见什么网友的好。你还挺有防范意识的嘛。那既然这样，要不然你跟我一起去吧。啊？不是，可是我……好，那我就陪你去啊。好，那我等你啊。我才不信江许许的鬼话，大不了我不去偏僻的地方就是。雪溪姐，你出门之前也没跟我说来这种地方见网友。哼，这已经被我爸买下来了，准备改建成密室逃脱场地。咱们今天就在这儿玩真人冒险。怎么了，小素？你不是最喜欢玩游戏了吗？今天不要去偏僻的地方，更不要见网友。你出门之前也没跟我说来这种地方呀？你不玩我不玩。小素，我以为你会喜欢的。哎，你该不会怕输不敢玩吧？我靠，我会怕输？玩就玩啊！我待会儿让你们趴下来都叫爹。管家。哎，大小姐。江素呢？哦，小少爷刚刚和表小姐出门了，说是去见什么网友啊。好言难劝该死的鬼，这次他总该吃个教训。好，那咱们先各自找自理据点吧。出发。只要服下这颗丹药，这栋楼里的顶级恶灵就无法伤害到我。哼，小素，可别怪姐姐狠心。想要将关许许赶出江家，只有这么一个办法。我靠！这鬼地方阴森森的，早知道
早知道就听江西西的话不来了。我就知道哪儿那么多神神鬼鬼的，我就不该信江旭旭的鬼话。这怎么回事？你弟弟他怎么了？不好，看来这里有怨灵的传说是真的。怨灵，你们快去找人，我去见小素。小素，你这鸡血救我！是鸡血，你什么？小树不见了！果然出事了。婶婶，快让我进去，我儿子在里面。大家快来看呐，这可是江家大小姐江许雪，这年纪轻轻的，就是玄学大师。你怎么在这？真的假的？他年纪这么小，能有这能力？真的，你等着瞧呗。我看你能有什么本事对付恶灵，你就乖乖的替蕊蕊打劫吧你。雪溪，你看见小素了吗？她在哪儿？婶婶，对不起，这栋楼里有恶灵。小素，我想救她，但是太快了，我来不及。小素，她就不见了。小素啊！这楼里好重的怨气，这楼里的东西不简单，而且这股气息好熟悉。你明知道这里有问题，为什么偏偏带小苏来这里见王爷？许许妹妹，你怎么能这么想我？我又不像你这么有本事，我怎么知道这栋楼里有恶灵？许许妹妹，你这么有本事，你一定能救小苏出来的，对不对？许许，婶婶求求你，你快救救小苏吧！对呀，许许，赶紧救人吧！大家都知道你是玄术奇才，你这时候不露一手的话，大家还以为你是大骗子呢。这人命关天的事，能让个小丫头去冒险？就是一个小姑娘，真有这么大本事吗？反正我不信。许许，这楼里的怨灵可不一般，就算那江许雪有点本事，也肯定解决不了。到时候所有的矛头都会指向他，我看他还怎么在江家待下去。走，
小素就是在这里消失的。雪溪，是这里吗？是。可是这什么也没有啊！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会凭空消失呢？哎呀，居然一点痕迹都没有，这得是多么厉害的邪祟啊！许许，你快救救小素吧，许许！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不用担心，小素就在这里。没看见，小素，小素你在哪儿？小素，她被困在月灵的混沌空间中，寻常人是看不见的。这江家的大小姐还真是有点门道。面对顶级恶灵还强装镇定，许许妹妹，你不能光靠嘴巴说呀，你一定要把小树救出来才行。如果你救不出小素的话，不仅是小素会消失不见，也让我们整个江家跟着你颜面扫地呀！天雷阴阴，地灵昏昏，上有6甲，下有6地，火风射烈，定斩雷霆！破！江许雪，江许雪，是你！姐，我的家人！谢。这是什么？这可是顶级恶灵，江许雪，你那些符纸，在真正的凶煞面前就是废纸。哥，小素，妈，江许雪，姐，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我真知道错了。别嚎了，嚎得我脑袋疼。他竟然真的把小素救出来了，怎么会？那可是顶级怨灵，那我的计划失败了。这小贱人怎么这么厉害？小素，你没事吧？啊，你快让妈妈看看有没有受伤。不对，她本事大又如何？只要陆小姐叫了玄身大师，将许许身上的气运，哼，就都是我们关家的。哟，江大小姐，你真是大师啊！江大小姐，你真是大师啊！江大师，您还真神了呀！事情都解决了，大家都散了。哎，真厉害！你吓死妈妈了！以后再也不要来这种地方。又不是我要来这种地方的。许许妹妹，今天多亏了你了，要不是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阿素，你没事吧？今天都怪我没有抓住你，都是我的错。用不着你在这夹好戏。姐，刚才真的是太厉害了，救了我一条小命。你就是我唯一的姐。许许，今天多亏了你，一家人也要明算账。今天这件算是大事，行价500万。对，妈，你赶紧转钱吧，这可是许许姐业内的规矩啊。
好，转。支付宝到账500万元。这个是护身玉牌，你带着吧。我谢谢徐姐。哥，看我也有了。这孩子刚回家时，我还对他一直防备有偏见，现在看来是我小心眼儿了。徐徐，婶婶真心谢谢你。你们先回去吧，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要不要我陪你？不用。好，走。你救救我！瑞瑞，怎么了？怎么了？妈妈在这儿。别怕，别怕。林瑞瑞，你一个穷鬼的名字，也配跟本小姐一个堆吗？还敢抢我的代表名额，长了一副勾引男人的狐媚样，看着真恶心。你不是喜欢我吗？帮我处理掉。不要！走开！原来关蕊蕊背地里还做了这么见不得人的事。你怀孕了，不想让别人知道你的那点破事，就自己想办法消失，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我求求你，不能！不要！你救救我！林蕊蕊，你死了关我什么事？是你自己要跳的。你以为你能吓到我吗？我根本就不怕你！我要让你魂飞魄散，你就是个贱人！我要让你魂飞魄散，你就是个贱人！我不怕你，别过来！怎么了？我根本就不怕你！关蕊蕊，没想到你比我想象中还要恶毒千倍百倍。如今看来，自作孽之人不可活。天雷阴影，地雷光环，上有6甲，下有6地，海上有力，定斩雷霆。妈，我要见江徐徐，他可以救我。从小到大，他在我身边，我就没事。我要去找他，这次不要他过来找我。你找他干什么啊？你上赶着让人屈辱啊！妈已经找好了大师啊，咱们只管等着就好。妈，我等不了了。林蕊蕊，你还记得林蕊蕊吗？她来找我了。你提他做什么呀？他都已经死了。没有，他变成怨灵来找我了，他要杀了我！不行，我要去找江徐徐。哎呀，蕊蕊，你冷静一点。江徐徐那个小贱人就是个白眼狼，咱们只要等大师来，把你俩的命格一换，咱们家就又飞黄腾达了啊！听话，听话，没事没事。
姑娘，你找谁啊？我找黎瑞瑞。黎瑞瑞已经死了，我知道他在里面。我是来帮你们的。你是谁？是关家的人吗？我姓江，你可以叫我许许。进来吧。他这样多久了？将近1年了，都怪我这个当妈的不好。当初知道瑞瑞出了事，我才知道她遭受了什么。我知道罪魁祸首是那个关蕊蕊，我带着证据去求关家讨一个说法，反而被他们明里暗里的威胁呀。我也想过跟他们拼命，但要是我被抓了或者死了，谁来照顾我的瑞瑞呀？我不得已，只能带着瑞瑞四处搬家。为了让瑞瑞过得清静些，我甚至对外宣称他已经死了。关家竟然瞒着我，做出如此毫无人性的事，亏我当初还一心将他们当作家人。我不知道你是如何得知我女儿还活着的，但你的帮助，如果是让我主动去讨回公道，我呀就不需要了。我只想好好守着我的女儿。你放心，我说的帮你，是帮她恢复神智。没用的，多少医院都说治不好，我呀已经习惯了。他之所以无知无觉，是因为他的姨婆一直被困在废炉里，我就是顺着气息找到你们的。如果你信我的话，我可以试着将他的姨婆召回身体。我信你，小大师，求求你救救蕊蕊，救救我的女儿啊！听我心自在安稳，找到虚境，三魂俱破，无风设立，破会。妈，蕊蕊，蕊蕊，妈，你总算回来了呀！是许许小大师救了你。这个是你那个未出世的孩子的愿力。你之所以神志不清，就是因为这个孩子的怨一直将你束缚在他身边，他对你的痛苦感同身受，恨你所恨之人。我的孩子，那他要如何才能解脱呢？他怨念不散，冤有头债有主，你所恨之人，便是他所恨之人。只有你所恨之人得到惩罚，怨念消散，他才能踏上往生之路。最恨的人是关蕊蕊。
我恨他！要不是他，我不能变成现在这样。我恨不得，我恨不得！我要让他给我道歉，我要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瑞瑞呀，官家我们是惹不起的呀，当初都为了让我们封口，恨不得把我们逼死啊！妈，这一次我不想再退缩了，我要为自己讨一个公道。你放心，做错事情的人一定会付出代价。萧大师，你说的对，该躲的人不应该是我们。蕊蕊啊，你刚恢复，妈替你先去找他们。林蕊蕊，一个死了的丫头，还能叫什么风浪？还有那个江许许，就是一个白眼狼，有几分本事又如何？哪里比得上玄神大师？我会上赶着求他。哼！江许许，你怎么来了？你是林蕊蕊的妈，你还敢来？关太太，你女儿差点逼死了我的蕊蕊，来是替我女儿讨回一个公道的。一个死了也是自作自受。你女儿关蕊蕊威胁作践我女儿，把她逼得跳楼。你们关家欠我女儿一个道歉。道歉？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哼，谁知道是不是你那个晦气的女儿克得我女儿在住院呢？啊！白书记，这是我给你们关家最后的一次机会，如果再不悔改如此，谁也救不了你。你这个白眼狼吓唬谁呢？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玄门大师啊！我可告诉你，我们蕊蕊可不需要你在这儿假好心，滚出去！麒麟、豹子、钟灵头，林阿姨，我们走。哼！啊！救命！救命！我就不明白了，他们怎么还能那么嚣张啊！阿姨，别担心，天道轮回，谁也逃不掉，该来的总会来。妈，他们还是不肯道歉吗？关蕊蕊，你不是说要让我消失吗？救命！救命！啊！别过来！你别过来！江许许，江许许可以救我，我要去找他，他一定会救我的。你别再跟着我了！我要找江许许，他一定会救我的。姐，我是蕊蕊，你救救我好不好？你救救我好不好？我可是你妹妹，你救我是应该的。救我？关蕊蕊，从小到大我救过你多少次？我一次次的帮你死里逃生，甚至帮你挡下车祸，可你们关家就只是把我当成用完就生的血猫。你现在恶灵缠身，受尽煎熬，就是你当初自己种下的恶果。你居然还有脸让我救你？姐，我求你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救救我好不好？姐！蕊蕊，你不是已经死了吗？别过来！关蕊蕊，你怕什么？
你忘记之前是怎么对我的了吗？我没有。你说我一个穷鬼，凭什么名字的读音跟你一样？你找人羞辱我，你还让人毁了我。你发现我有了孩子，就拿他威胁，逼我退缩。是你把我关在房间里，是你逼我跳下去的，是你！是你自己下去，你活该！居然还敢缠着我，让人把你收了，这你魂飞魄散，永世不得长生！滚开！滚开！滚出去！求你救救我！不要！刚才在医院，医生明明说徐徐来了，你为什么拦着他不让他见蕊蕊？我们堂堂官家，凭什么向那个小贱人低头？他算什么东西？哎呀，徐徐，你是林蕊蕊？林蕊蕊，你没死？他当然没死，因为该死另有其人。徐徐，你快看看蕊蕊，她是你妹妹呀！你们官家自己造的孽，就该自己受着。要不是某些蠢货拦着，关蕊蕊或许还有机会悔改。但如今她怨气缠身，魂体受损，已经错过了化解时机。你这个小贱人，是不是你在搞的鬼？你装神弄鬼吓唬我女儿！你别忘了，过去你吃的、喝的、用的全是我们官家的，你这个忘恩负义的败类！够了，徐徐，三爸求你了，你救救蕊蕊，救救官家吧！你求他做什么？陆小姐已经答应我们了，要帮我们联系玄神大师。只要大师一到，彻底换了这个小贱人的命格，那蕊蕊就会好的。陆小姐，原来是她！哎呀，你给我闭嘴！徐徐，不，江大小姐，求求你救救官家吧，官家快完了。蕊蕊这样也就算，公司也即将破产，求你，看在我们好歹收养你一场的份上，帮我们跟那个江东讲情，放我们关氏集团一条活路吧。我还以为他是全心全意为了自己的女儿，到头来他也不过是利用关蕊蕊来赚取自己的利益罢了。在你的眼里，你这个破公司竟然比女儿还重要，你还是不是人？天道轮回，报应不属，你们官家气数已尽，好好受着。你看到了，他们不会有好下场的。等我回到江家，会用法律帮你彻底讨回公道。谢谢你。你的执念逐渐消散，他也随之解脱了。关先生、关太太、关小姐的玉水装束已经全部衰竭，以目前的医疗手段，已经关先生以后可能长期处于……哎呀！蕊蕊，你醒醒啊，我的女儿蕊蕊！你醒醒啊！关总，法院强制执行通知到了，公司账户、房产、车辆全部都预支，关氏建材破产清算。完了，我们关家全完了。徐徐，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救救我的蕊蕊吧，徐徐，徐
许许，我真的知道错了。现在蕊蕊也成了植物人，我们家也破产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你看，在我养你18年的份上，你就发慈悲吧。关太太许许，这里不是闹事的地方，请回吧。陆小姐，陆小姐，你让大师救救我们家吧！你答应过我的，你快让大师来救救我们家呀！你胡说什么？什么大师？我根本就不认识你。陆小姐，你不能这个样子啊！你一个精神失常的疯婆子，还敢来江家闹事！快点把她给我赶走！别在这里胡说八道！不，救救我的蕊蕊，救救管家，你救救我们家！许许。果然是他。哼，蠢货！早就警告过你，这小丫头是极阳命格，绝非池中之物。你倒好，竟敢小瞧她，差点坏了我们的大事。师父，是我太心急了，我也不知道这关许许居然这么厉害。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当务之急是必须赶快把江许许赶出江家。已经在江家老爷子身上下了锁元术，马上就要起效了。他一倒，江家必乱，我们才有机会彻底掌控气运。再不把江许许除掉，我们所有的谋划将会前功尽弃。师父，我明白了。许许，哥，让你帮我解决的事情处理好了吗？放心，我已经把证据交给警方了，现在舆论已经反转，真相大白。林瑞那边我已经安顿好了，至于关家，已经被彻底赶出海城，再无翻身可能。善恶终有报，他们自己做的孽，就该自己受着。看时间，考研成绩也快放榜了，你也要好好准备准备。我是江家的血脉，在江家，我第一次明白什么叫做家人。既然成了这份亲情，我也该护江家周全。学习这孩子从小成绩都拔尖儿啊！这一次考研成绩放榜，咱们江家呀又出了个顶尖名校的研究生。是啊，雪溪学习一直很用功，不出意外，顶尖名校稳了。学习啊，你在关家的学习环境怎么样啊？学习成绩如何？还行。还行是什么意思？那你平常考第几名啊？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许许妹妹，我这就是关心你一下嘛。不过你平常在关家那么辛苦，能考上大学已经很不容易了吧？哎，考研嘛，很难，很正常，下次努力就好了。够了！我江雨城的女儿还不需要靠成绩来证明什么。无论如何，她都是我江家的掌上明珠。就是姐呀，你别老听她瞎说，影响心情。哎，我这说的本来就是事实，她能考多少名啊？雪溪，许许是我的亲妹妹，是江家名正言顺的大小姐。你这样一再话里有话的针对她，我劝你适可而止。好了，都少说两句，咱们现在就安心的等放榜。这次咱们江家又有喜喽！大喜呀！海大研究生院的高康老师亲自上门来了。海大那可是排名第一的顶尖学府，这还没宣布成绩，怎么就上门了？爷爷，您不知道，像海大这种顶尖院校，
他们都是会对那些考得特别好的考生提前录取的。我猜他们应该是看到了我的成绩，觉得我考得特别好，赶紧给我来上面录取来了呢。哦，学习好孩子，你可给我们江家争光了！来，快来，快请老师。许许妹妹，这次没考好没关系，下一次努力就好了，别急哦。来，您这边请。各位好啊，我是海事大学研究生学院招生办导师。老师啊，你可宣布，这可是我们江家的大喜事。海大作为顶尖学府，我们非常荣幸，也非常诚挚地向本次海事考研的状元江许许同学发送录取邀请。江小姐的分数位列海事第1名，而且远超历年分数线，可谓是天资过人呐。谢谢老师，我会按时去报到的。那我就告辞了。老师慢走。江许许总分第1，这怎么可能？爸，您快看啊，许许他竟然考上了海事第1！许许，你真的是太棒了！哎呀，许许丫头真是不简单呐！哈哈，天佑我江家，光宗耀祖，光宗耀祖啊！没想到许许这么厉害，大哥，恭喜啊！哎，姐，你这藏的也太深了吧？你考的状元这么低啊？咱们江家真是双喜临门呐！许许刚认祖归宗，这又考上了状元，大办！我要大办升学宴。是，老爷。这个是护生玉牌，我这几天亲手雕刻的。爷爷，这个是给您的。哎呦，好，爷爷一定贴身随带。婶婶，这个是我的心意。我也有。那个，我跟大哥那还有大伯，我早就有了。雪溪姐姐，这次我只雕刻了长辈们的，你不会在意吧？雪溪姐姐，这次没考好，没关系，下次继续努力，别急哦。哎呦，哎呀，江许许，这次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张总，感谢你百忙当中能来。恭喜恭喜，真是太厉害了！江家果然是顶级豪门呐，这排场也太大了。可不是吗？这可是专门为了庆祝江大小姐考上了海事状元办的。哎，那不是陆小姐吗？之前不是说她成绩也很好吗？怎么风头全被江大小姐抢了？小点声，真假千金，高下立判了。往日再是风光，那都是寄人篱下，哪里比得上真千金来的金贵呀？各位，感谢各位荣光的出席今日宴会，也是为我的孙女许许特意举办的升学宴，也是我江家的大喜事。我的孙女江许许
以考研状元的身份被海事大学研究院正式录取。笑吧，很快你就笑不出来了。大家举杯共饮，分享我江家的喜悦。爷爷，爸，爷爷，这爷爷，爷爷，爸，爷爷，爷爷，这是怎么回事？爷爷，你没事吧？不对劲。哎呀，这玉佩，快，这玉佩有问题，在冒黑气。他送给爷爷的玉佩有问题，还有邪气。江许许，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护身符，而是邪物。你就是想害死爷爷，你想要吸取爷爷的命数。雪溪，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呀？我没有胡说，爷爷的身体一直好好的，他是戴上这个玉佩了才昏死过去。这个玉佩就是江许许他吸取爷爷命数的容器。陆雪溪，你说什么呢？这玉佩许许姐给我们每个人都刻了一块，那我们怎么没事？是啊，雪溪，我们这都好好的，你和许许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那是这个玉佩有问题，他一定在这个玉佩里面动了手脚。哦，是吗？那你怎么证明这玉佩中有邪气呢？江许许，你还想狡辩？今天我就让大家看清楚你的真面目。各位请看，这块玉佩看似普通，但其实它是江许许用来吸取爷爷命数的容器。江许许，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大家都知道你精通玄术，像这种事情，除了你，还有谁能干得出来？这黑气也太邪门了，难道真是江大小姐动的手？许许，这到底怎么回事？许许不会做出这种事情，这黑气来的蹊跷，还是得看看情况。事实就已经摆在眼前，怀哥，你怎么还护着他？江许许，你还想抵赖吗？你心肠如此歹毒，你根本就不配做江家大小姐，你根本就不配待在江家。哥，准备一副担架，先替爷爷稳住呼吸。哎，江许许，你还在装什么？爷爷都被你害成这样了，你就没有什么想解释的？你就没有什么话想说吗？我确实没什么想说的。许许，江许许，你没办法了吧？因为你手中那块玉佩根本不是我的。江许许，你该不会是想说这块玉佩是我偷换了你的吧？陆雪溪，你这一出戏好演到什么时候？爷爷的玉佩分明是你要换啊！你胡说什么？我又不会什么玄术，我干嘛要换爷爷的玉佩？我在雕刻护身玉佩时，注入了自己的极阳灵力，玉佩遇到温热，便会散发出淡淡的金光。珊珊，你先看看你那块。啊，真的有金光！你看，而爷爷的那块玉佩，我在雕刻时，为了更加贴合老人的体质，注入了更加醇厚的灵力，一旦遇热，会散发出更加强烈的金光，寻常邪祟根本近不了身。而你手上的这一块，恐怕放到手里5到8趟，都散发不出一丝金光吧？我不可能！拿来吧你！给我！确实没有金光，这块玉佩不是许许送给爷爷的那一块。雪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伯，我也不会什么玄术，这玉佩的邪气怎么可能和我有关啊？邪祟之气，在寻常人眼中无形无相。就你不会玄门术法，刚刚就是如何在众人面前将玉佩里的黑雾引出呢？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你有了眼，我一眼便知。
海上势力，玄光影煞，邪人现形。哎呀！没有，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陆雪溪，江家养了你18年，待你如亲生女儿一般，没想到你竟然身负邪术，却心思如此歹毒。我没有，这怎么可能？江徐徐，你这个贱人，都怪你！陆雪溪，你为了将我赶出江家，不惜引邪入宅，害我爷爷毁我名声，你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可惜算来算去，终是一场空。我没有，这怎么可能？我没有！陆雪溪，亏我这些年一直拿你当亲姐姐来看，你怎么能这么没有良心呢？怀哥，你信我，我真的没有，我都是跟爹的，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住口！你竟然敢把主意打到老爷子身上，江家容不得你这个祸害！说，我该如何处置你？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从今以后，你陆雪溪与我江家再无任何关系！拖出去！不，你们不能这么对我，你们不能这么对我呀！徐徐啊，爸爸以前糊涂，怎么也想不到，这雪溪她竟然藏着如此歹毒的心思。没事吧？他现在已经离开江家，掀不起什么风了。现在最要紧的事情是赶紧把爷爷救醒。徐徐，玉佩已经变黑，邪气也已经散了，可是爷爷为什么还没有醒啊？按理说，爷爷是因为邪欲昏迷的，现在玉佩变黑，也该醒了。但爷爷怎么还没有醒来的迹象？啊！锁元术，锁元术，我听别人说过，那是锁人元气和魂魄的邪门禁术。爸，哎呀，以陆雪溪的手段，根本无法布下这个锁元术。他背后还有另一个能做到这一步的人。徐徐，爷爷还有救吗？我试试。这江大小姐虽然术法了得，但这一看就不是寻常的邪祟之物，怕是难哦。天清地明，魂归本源，锁人邪祟，破掌归阵。啊！爷爷，你醒了。爸，你醒了。爷，醒了。果然是百闻不如一见呐！江大小姐还真是神了。这怎么了？哎，徐爷，这怎么回事啊？哎，我玉佩呢？我玉佩呢？爷爷，之前那个玉佩被邪欲污染了。这个是我给您准备的新的，上面有固元的阵法，能真正的保您平安顺遂。徐徐丫头，怪我家教无方，认人不清，害了自己，也差一点连累了家人呢。爷爷，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以后有我在，保证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对啊，爷爷，徐徐姐可厉害了，那有她在，那以后咱们家呀顺风顺水，爷爷顺才是力。徐徐，以后就是咱们江家的定海神针。徐徐，以后就是咱们江家的定海神针。徐徐，谢谢你救了爷爷，也救了这个家。都是一家人，应该的。好啊！哎呀，各位见笑了。
今天是江家大喜日子，大家都尽情，升学宴继续。徐徐，你既是我们江家的福星，也是爷爷最大的骄傲。这种热热闹闹、有人惦记的感觉真好，这才是我想要守护的家人和归属。无论今后这背后潜藏着怎样的危机，我都会守住这个家。这个气息，杨老爷子，好久不见啊！